谢谢大家平安。平安。今日上帝，互咱伫礼拜日的早起时，搁一届来到上帝的圣殿，做来敬拜。俄罗伊，虽望今仔早起的天气较凉冷，但是是一个好日，是有日头的好日。所以愿上帝今日早起时，亲像伫诗篇的时安尼讲，上帝用伊的光来光照咱每一个人，互咱伫早起时透过伊的话语，搁一届来更新咱的心思意念。伫开始来讲到进前，咱搁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过去引带过去的一礼拜，互阮伫逐日拢来伫你的恩典中，伫你的保守内面来经过，互阮伫今仔日早起时，可以当三甲自责，带着欢喜敬虔的心来敬拜学了你。主啊，求你伫即时来安静阮的心，互阮透过你的话语，搁一届互阮的灵命得到帮助，得到更新，也得到丰盛，也透过圣经的话语，搁一届，互阮有新的提醒、新的亮光，将讲到圣经的话语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引带帮助，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免。我捌看过一个调查，迄个调查伊采访的对象是一寡较年纪较年长的长辈，即个长辈伊的年纪平均超过95岁。然后，这个调查伊问遮的长辈一个问题，就是你若有机会，会有机会会当对头来活一届，就是咱为细汉的时阵顶头来活一届。这个调查问遮的长辈，伊认为你的人生敢有啥物款会无共款的所在？结果统计出来，遮95岁以上的遮个长辈，因所回答出的答案，第一个上侪回答的统计了后，第一个回答上侪是。因认为因的生命爱有搁较侪的反省，无抵到做伤侪冲动的代志。第二个，上侪人回答的是，伊认为因的人生爱搁较积极，爱搁较勇敢，做搁较侪的代志。然后第三侪有人回答的是，伊认为因的一生爱做搁较侪，当伊过身了后，会当留落来有意义的代志。其实对遮的95岁以上的长辈，因的回答，遮个统计咱会当发现，因可能伫因的生命有一寡遗憾，因的生命可能有一寡因阁想要顶来、想要做的代志。但是嘛，透过这款的调查，这款因的回答嘛，互咱阁一届来提醒，爱互咱阁较认真来过每一天，无留落任何遗憾。有人在讲，人的一生会经过4张的眠床，一张的眠床就是你出世婴仔时阵，婴仔在困的眠床。然后搁较大汉的时阵，当你可能是青少年时，你咧困的是单人床；搁较大汉的时阵，当你开始结婚的时，你困的是双人床。最后第4张眠床，可能当你年老的时阵，你要倒的是病床。虽望看起来，敢若是一个。人生要经过的必然的过程，但是这嘛是一个事实。毋知咱即马你感觉你经历伫啥物款的阶段？毋知你的人生你感觉即马行到伫啥物款的方向？拄头前讲，遮个长辈因的调查内面看见因有侪遗憾，甚至有侪想要搁顶头来做的代志。可能伫即马，无论咱即马的年岁偌济，无论咱即马所拄着的代志是啥物。可能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嘛可能有一寡咱所遗憾的代志，有一寡想要顶头来的代志，嘛有可能是咱过去对咱家己的期待，对咱家庭的期待，对咱事业的期待，对咱伫信仰的信心的失落，咱可能拢有一寡代志，咱想要对头来。但是嘛，亲像诗篇的诗人来讲，求上帝帮助咱，通互咱来孝顺家己的日子。会当得到一个智慧的心。是咧讲孝顺的是，迄个意思是咧讲爱互咱了解安怎安排、安怎计划、安怎经营家己的人生。可能咱的生命会有一寡失落的时阵，可能伫咱的生命会有一寡咱所想要顶头来，可能是遗憾的时阵。但是，搁一届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会当好好经营家己的生命。无浪费上帝互咱的机会，无浪费上帝互咱的计划。今咱透过这段的经文，
伊丽莎甲伊的遮学生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常常咱袂认真去看到，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是发生伫因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个故事。因为咱当咱看见伊丽莎，也是伊利亚伊的老师，咱拢会看见是足大的神业，拢会看见是上帝伫因的身上透过因做侪侪奇妙的代志。但是咱看见伫日常的生活，遮个学生因所碰见的这个报头，然后伊丽莎透过和因的对话，透过上帝的能力，互因搁一摆得到一个新的机会，互因伫所失落的物件，搁一摆找转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咱透过今仔的经文，咱搁一摆来思考，也搁一摆来学习。可能伫即个时阵，你失落某一款物件；可能伫即个时阵，你有某一款的遗憾，你想要搁顶头来。但是，上帝永远将即个机会放伫咱的性命，互咱搁一摆去敲找，互咱搁一摆来找咱人生新的方向。咱对看圣经来看，列王记下卷，还是列王记上卷？记载遮个先知，也是遮个王，因所经历侪侪代志。特别伫下卷，咱看见今日经文的这个主角伊丽莎，伊的老师叫做伊利亚。当伊利亚过身了后，伊丽莎继续刷咧着伊的老师伊利亚所做的工作。因设立一个学校，叫做先知的学校。因伫遐培养侪侪的门徒，来训练遮个人，互因有好的门徒的训练，互因通会当嘛来成做先知。咱看见带的经文，伊丽莎伊的门徒的训练应该是非常有果效的，所以因原本所住的宿舍，伊丽莎甲遮个学生所住的所在，伤客伤矮，所以遮个学生就甲伊丽莎讲，敢有咱做伙来去将咱所住的这间厝，会当起较大间的，会当互搁较侪人会当来遮学习，会当互搁较侪人会当来遮受到门徒的训练。所以，遮的学生伊就邀请伊丽莎做伙去做这项代志，然后伊丽莎嘛含遮个门徒含伊的学生做伙到伫约旦河边啊去插树啊，然后要转来去做因的宿舍。但是伫这个过程中发生一项代志，就是在圣经所读到的。当伊要插树的时阵，所招来这个波头落去伫水内面，哇，系啊，这是招来的，而且伫当时。迄个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伫当时迄个用铁仔做的器具是非常贵重的，所以这个非常贵重的物件，照伫因手中，因原本是要扩展因家己所住的所在，结果这个所招来非常贵重的物件，却碰见啊，却无去啊。对遮个门徒，对遮学生来讲是非常烦恼，毋知要安怎才好。但是伊丽莎帮助因，互伊嘛搁一摆看见伫上帝的恩典。其实伫这短短经文嘛，互咱看见一项代志，这先知含这门徒，甲这学生，伊故事不只是这个先知，伊和这学生因做伙带做伙，先知嘛含伊的门徒做伙去，搁较重要的是因含这先知含伊的门徒是做伙经历着这个特别的经验。其实咱的含咱的信仰的生命，含咱信仰的过程嘛，真亲像。咱的信仰的过程，咱嘛无不断的进前，不断嘛想要扩展，不断嘛想要有新的经历。但是咱嘛爱求上帝帮咱，求上帝含咱会当同大，嘛含咱同去，而且咱含上帝做伙来经历伊奇妙的恩典。所以今仔透过这个事件，咱做伙来学习，嘛做伙来思考，安怎伫咱的生命中有一个行动的改变。然后咱嘛学习安怎努力来把握上帝予咱生命的机会。所以第一个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是这个失落的报头，予咱会当有一个第一个提醒，就是爱把握手中的机会。咱搁一摆来看拄仔所读的经文，有一天伊丽莎伊含伊所带领的这学生，伊甲伊丽莎讲，咱所住的所在真正是伤矮啊。所以，甲伊丽莎讲，会当允准阮去到约旦河边啊去插树啊，会当互咱所住的这个所在搁较舒适，会当互搁较侪人会当来遮做伙来学习。伊丽莎讲好，所以因就邀请伊丽莎和因做伙去，伊丽莎嘛和因做伙去。咱看见遮个学生、遮个门徒，因有做了一个第一个，互咱会当看见的代志，是因有感觉到。
因做了这个行动进前，因感觉到一项代志，感觉到因所住的所在伤矮，因感觉到因有想要一个改变的机会，所以甲伊丽莎讲，甲因的老师讲，老师，阮有想是要行，阮有一个行动，但是因为阮感觉到这个所在伤矮，伤无爽快，所以文图嘛不只邀家己去，伊嘛邀请老师和伊做伙去。咱看见因掠到一个机会，咱看见这个学生伊掠到一个机会，因无只有停留讲啊安尼就好啊，啊阮这间学校文图训练这间学校安尼就好啊，安尼学生伤济无好。这个文图因要求一项代志，甲老师讲，老师，伊丽莎安尼无够，阮认为爱搁较济人会当做伙起来。老师，你和阮做伙去，和阮做伙从这个所在起搁较大，邀请搁较济人会当来遮接受文图的训练、身体的训练。所以咱看见这个文图，这个学生因有想要改变，因看见到一个机会，但是无拄好的是啥？经文所讲的，当因咧插树仔的时阵，哇！这个石来波头却落去伫水内面。学生就伊丽莎讲：哇，老师啊，要安怎？要安怎？迄个是石来的呢？迄个是石来的呢？毋是因家己的。咱看见伊丽莎和因做伙去，咱这文图可能想讲啊，妥当啊，老师和阮做伙去，做伙插树仔，有人和阮做伙做这样代志，应该无问题啊。但是却无想到，在插树仔的时阵，落去伫水内面。毋那这个树仔，因无插着，但是因的工具阁落去伫水内面，无顺利的代志，刷来一件一件一直咧发生。其实这款代志咱嘛常常在拄着。有时阵咱计划一项代志，咱有一个新的计划、新的目标要完成，但是常常可能嘛拄着一款无共款的阻碍，嘛可能拄着侪的挑战，抵到互咱无法度来进前。其实咱看见这个文图、这个学生、这个波头因是招来，代表这个物件原本毋是属伫因家己的，毋是属伫伊利亚。毋是属伫伊丽莎，嘛毋是属伫遮个学生的，这是一个招来。其实这个招来波头会当上顶是一个机会。原本遮个文图，遮个身体的文图，身体的学生，因会当用这个招来的器具改变因生活的环境，但是因无好好甲把握，然后将伊放弃啊。原本这是一个机会，因嘛看见到一个机会，因要改变，因想要突破，因想要扩展。但是这个招来的机会，因原本抓伫手中的，却无细意无去啊。咱的生命有时阵嘛会出现这种出现招来波头，伊可能嘛会短暂的时间出现伫咱的面前，毋知伫啥物时阵会出现。但是咱可能袂好好啊把握，甚至是拒绝伊。可能这个。咱的生命嘛会出现这个招来的波头，可能伊会嘛毋知伫啥物时阵会出现伫咱的面前，但是咱有时阵无的确会好好把握伊，可能是拒绝伊，甚至是就凊彩就甲放散。其实这个波头是啥？其实这个波头咱通看见是上帝互咱的一个机会，上帝互咱每一人有这个伫咱生命中的一个机会。上帝用各无共款的方式，互咱去看见，互咱去挑战，互咱去有一个新的突破。但是有时阵咱无的确会好好把握，甚至认为，这无的确是我的机会啊，这无的确可能我做袂到啊。我捌看过一本册，这本册叫做《互家己自由》。这本册内面，伊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作者，伊内底伊写着伊含超过1000个20几岁少年人有对话的机会，然后。这个作者，这个日本的作者，伊含这个青少年对话是一个的对谈。然后这个作者伊做了一个统计，伊发现当一个人伊含别人在讲话、在对谈的过程，伊透过这个人所回应、惯是讲的话，会当来表现出这个人伊是有一个想要继续成长的人，也是这个人伊是要继续，伊要拄好要继续会。这个歹的方向来前的人，
所以伊透过含1000个20几岁的少年做伙对谈，伊做了2款的结论。第一个，伊发现，当有一个机会出现的时，伊观察到，若是要持续成长、要继续往前的人，伊在听别人讲话了后，伊第一个回答拢是讲原来如此。伊讲伊的回答拢是原来如此，然后伊讲无一个例外。伊讲伊统计出来、研究出来，讲只要继续想要继续成长、掠着机会的人，伊拢会讲原来如此。伊讲因为原来如此这个话，表达听的人伊愿意谦卑来听别人的讲话，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嘛互听的人还嘛互讲的人来产生好感，甚至想要帮这个人来加油，为伊鼓励。但是另外伊个含另外一个无共款的方向，伊讲另外一款的人是伫听别人讲话了后，伊会出现的回答是，但是也是讲不过我无法度接受，也是互我去想一下。伊讲伊含这个人对谈了后，伊认为这会互对方会想要紧结束含伊的对谈。然后可能嘛会引起别人对伊的讨厌。作者认为这款的态度，互人失去了成功的态度。所以含这个千几个青少年做伙对谈研究了后，伊发现，当做伊是讲原来如此的，伊是讲哇，这是伊认为是要继续成长、继续往前的人。但是另外一款的人，伊讲这个人回答大部分回答讲但是，毋过。也是安怎？伊讲伊认为这是会失去成功的机会。其实我头前讲，上帝予咱的机会，嘛可能伊用各种的方式出现伫咱的生活中，就亲像出现伫遮的先知学生中的手中的报头。但是当出现的时阵，咱会安怎回答？咱会回答是原来是安尼，这是上帝爱我做的，这是上帝伫我的家庭要做的，这是上帝伫我的生命中要做的。也是会讲但是，毋过我无法度接受，搁等一下。上帝嘛借咱一个报头，其实上帝嘛透无共款的时阵、无共款的机会，借咱一个报头，互咱有无共款的恩赐、无共款的才能，有属伫咱家己无共款的，会当建造家己的生命，甚至嘛会当去祝福别人。但是咱搁一摆真正来想，咱当上帝交代一个使命互咱。当咱上帝互咱有一个机会会当服侍，也是有一个机会通回应的时阵，咱敢有可能亲像这先知的学生一样，无细意就甲放无去啊，无细意就将伊失落去啊？咱无认真看重这项代志，无认真看着咱所有的，甚至就凊彩无看重这项代志。伫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耶稣讲了一个譬喻，伊讲有一个非常好养的人，当伊有一天伊要出外的时，伊将伊三个这萝卜将叫过来，甲讲我即马要出国我即马要交代恁一寡钱银，然后伊将圣经安尼描述，伊讲这个主人。以照个人的才能来分互因。第一个，伊分互因5000；第二个分2000互伊；第三个分1000互伊。然后主人家讲，恁爱好好甲管理。这个比如领5000和领2000的这两人，因非常拍拼努力，因搁趁一倍钱转来。这个主人当伊转来的时阵，甲因鼓励。但是这个得到1000的这个人，伊将钱藏伫涂骹土里，当主人转来的时阵，就甲伊责备，然后圣经描述将伊赶去伫黑暗内面。所以咱看经文，伊安尼讲，当迄个领5000的，伊就马上去做买卖，搁趁5000。伊随摕到的是，伊就随去做，因为伊知伊即个会当得到的机会，原本是毋是伫伊的手中的。伊原本只是一个萝卜尔，伊只是这个主人的一个萝卜。伊知这个机会毋是属伫伊的，主人将5000交互伊的时阵，伊非常了解，这是伊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这毋是伫原本伊所拥有的。所以当伊摕到的时阵，圣经咧描述，伊讲马上就去。然后这个1000个，最后讲这个1000个，伊讲哇，主人，我非常惊。我毋知我摕到这1000，我要安怎用？我惊我若是将这1000开好了，也是这1000我无趁到钱，我惊你会甲我骂。所以伊就认为讲啊，这个钱文有搁伫咧就好啊。伊认为啊，甲遮有诶收好就好啊。伊合理家己诶行为。其实咱看见主人伊无详细摆遮个计划，也是甲遮个伊个萝卜讲啊，你着应该安尼做，摕5000啊，你着安怎去投资；摕2000你安怎做买卖，啊1000个你安怎做？其实主人无安尼甲因讲，但是5000个、2000个因摕到的时阵，因把握着即个机会，因领受主人的交代，甲讲你来好好管理，因着个人去做家己应该做的本分。我通来看，上帝赏赐予咱的恩赐才能嘛共款，毋在伫咱摕到多，也是少，是在伫咱敢有愿意去把握机会，去认真来看待、来使用。上帝予咱的恩赐才能，无在伫多，也是少，是在伫咱敢有愿意把握机会，去认真来看待、认真来去使用。所以，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到第5节，约翰福音嘛安尼讲，爱趁着白日的时阵，咱爱做迄个炊锅内的工。暗暝要到，迄个时阵，就无人会当做工啊。耶稣讲，我伫世上的时阵是世上的光。耶稣嘛相款对伊的门徒嘛对今仔日咱讲，咱嘛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趁咱爱趁咱有机会的时。当咱搁伫咱的生命每一日在经过的时，搁一摆来思考上帝放伫咱手中的机会是啥物？咱来安怎来去回应？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就亲像上帝照予咱的报头。其实伊无想伫咱，伊无想伫咱。当有一天，当上帝要当伊收转去进前，伊爱咱好好去把握，好好去看待，而且去发挥咱生命的意义是啥物？所以第二个要和大家做伙来继续来分享，是当这个波头为水面浮出来的时阵，这是一个搁一届顶来的机会。可能咱失落上帝放伫咱的机会，可能咱已经袂记得上帝交代是咱的物件是啥物。但是这个搁一届为水面搁浮出来的波头，互咱看见上帝互咱有搁一届顶来的机会。伊就问这个门徒，问伊学生讲，咱伫啥物所在？但是这个学生伊就指互伊丽莎讲，伫迄个所在。然后伊丽莎等一个手机落去，然后这个报头吧，就为水内面搁浮出来，到一届到伫水面。伊丽莎就甲讲，摕起来。然后迄个人就伸手将这个报头吧甲摕起来。咱看见原本沉伫这个约旦河内面，哇，可能看无啊，找无啊，毋知落伫啥物所在啊。但是伊丽莎透过上帝的帮助，透过这个神业，搁一届互遮的先知的学生看见有一个顶头顶来的机会。其实咱看见先知一开始乃问这个问题。咱知先知有上帝的帮助，伊应该会嘛会当真紧，嘛免问门徒啊。伊就讲起来，可能迄个报头吧就起来啊。但为什么也先问这个先知的为什么也先问伊的学生，爱问这个门徒？其实先知的问题是，这个门徒要表达出一个行动的意愿，爱愿意为着家己的生命来负责。先知爱门徒爱家己表达出这个行动的意愿。爱为家己的生命负责。若是伊连啥非常简单讲哦，咱伫水面哦，好，我来帮你。搁一摆起来。这个先知的门徒，这个学生可能就无法度学习，这是伊家己落去的。伊啊找到这个机会，伊啊表达出这个意愿，伊啊搁一摆去敲找这个机会。所以当伊丽莎甲问的时阵，咱伫啥物所在？嘛是搁一摆在问这个学生，问这个门徒，你敢有愿意？
佮来敲找即个物件？敢有愿意将即个已经失落的物件，佮一摆甲找转来？敢有愿意为着家己的性命，佮一摆来负责？可能咱嘛亲像先知的学生，失掉迄个手中的宝头，失掉迄个手中的机会，失掉上帝原本所交代咱爱做的代志。但是当上帝搁一摆互伊浮出水面的时阵，这就是互咱会有第二届的机会，真做是咱性命的一个转机。爱会记得，爱好好甲把握。好好使用这个暂时交伫咱手中的宝头。要搁一摆含大家来讲，这个是招来的，这是一个机会，毋是属伫咱。有一天上帝收转去，但是当咱伫有限的时，当咱有的时阵，咱会当安怎来回应？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可能即马你认为你嘛有一寡物件是失落的。可能你嘛有认为一寡物件，你即马搁重新在敲找。拄头前讲，可能是你对信仰的热情，可能是你对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对做代志，你可能重新在敲找，可能失去啊。但是当上帝搁一摆，互这个机会浮出水面的时阵，咱应该爱安怎来回应？安怎来搁一摆来思考？咱非常喜爱一条诗歌《奇异恩典》，写这条歌的作者约翰牛顿，咱可能嘛侪甲会听过伊的故事，但是嘛搁一摆来分享伊的故事。当伊少年时阵，伊是一个在做遮个努力买卖的一个人。当伊咧回忆，当伊年老时咧回应伊少年的时阵，伊在做遮个代志。伊讲伊当时做遮个代志，伊无认为是毋对的，因为认为这是一个生理，这是一个买卖。但是当有一届在行船的时阵，伊读到一本册。当伊读到这本册的时阵，伊开始回想家己生命的罪恶。伊开始在想主啊，我过去哪会是做这款的代志？主啊，我过去哪会做遮侪无好的代志？然后有一届，当伊开始悔改，开始来归向上帝时，当有一届嘛共款在行船的时，拄着一个真大大风影。伫个时阵，伊向上帝来祈祷，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即马啥物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啊！若是你愿意来帮助我，求你施恩互我，求你帮助我脱离这个黑暗的日子。若是互我会当搁一届平安转到会当平安转到原本的所在，伊就讲我要来回应着你的恩典，要来服侍你。然后当伊的船要平安到目的地进前，伊就悔改，然后写了这条咱非常了解的诗歌，叫做《奇异恩典》。伊用这条诗歌来纪念上帝予伊的恩典，挽回伊的性命。互伊有一个顶头新的机会，所以可能上帝伫这个时阵，伊嘛要搁一届将这个机会搁一届放伫你的手中，可能搁要搁一届将这个机会放伫你的手中，互你有机会去扩展你，互你有机会性命会当去较得到丰盛。但是咱敢有真正甲把握掉？敢有真正甲把握掉来回应上帝咧？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伊嘛讲，若是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做是新的。保罗过去的生命，伊是一个掠基督徒当做伊生命上欢喜的代志。但是当伊拄到耶稣基督的时阵，伊的生命有大的改变。伊非常清楚，伊的生命毋是为着家己来活，伊非常清楚，伊的生命是为着上帝来活。伊的生命无愿意搁浪费。伊的生命无愿意，搁留了遗憾，所以真做是一个世界传福音的人。所以咱嘛搁较爱搁一届想，爱把握这个无常常有的机会，为着上帝，为着咱家己创造新的生命的价值。当咱看见咱家己生命的限制时，咱嘛向上帝来求一个会当扩展生命的机会。上帝也会将这个机会宝头放伫咱的手中。
亲像一开始咱看见遮学生共款，因看见所大时阵，所大伤矮啊，因无求讲安尼就好，伊甲因老师讲，老师我要扩展，我要搁较大。然后报头交伫因手中，虽然有失落，虽然有袂记一碰见的时阵，当搁一摆交伫因的手的时阵，因就搁较知安怎来回应上帝个放伫因的即个手中的机会。今仔日，我毋知你失了啥物，你碰见啥物物件，但是愿上帝搁一摆帮助咱，互咱会当掠着即个机会。互咱掠着上帝放伫咱生命的即个波头，掠着伊，然后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找到一个新的上帝的带领，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代志。当即个波头浮起来的时阵，先知讲：提起来吧。今仔上帝嘛要搁一摆透过即款的经文嘛，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上帝放伫你生命的机会，上帝放伫你生命的恩赐才能，一定伫遐提起来吧，提起来吧。愿上帝亲自来赐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掠着迄个机会的波头，掠着上帝放伫咱生命的恩赐甲才能，互咱通回应上帝水的计划伫咱的生命中。等下咱嘛要伫讲道结束了后，咱祈祷了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嘛要进行咱的祭祀的就任，这嘛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上帝将这个机会，将这个服侍的恩赐放伫咱教会的中间，透过因的生命来回应。我嘛相信上帝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嘛已经有放了迄个特别的机会、特别的恩赐，互咱做伙来回应。所以这时咱先做伙来做一个祈祷。然后咱要请学务师来带回应的诗歌，以及来主持这个就任式，咱做伙来祈祷。请爱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祈祷。主啊，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可能伫阮的生命中，阮可能嘛有失了某一款物件，可能嘛有碰见某一寡物件，但求上帝，求你陪伴阮。互阮通搁一摆找倒转遐失落的物件，遐已经互咱袂记节的机会。求上帝帮助阮，搁一摆看清阮每一样的生命，找到你放伫阮生命中的恩赐才能，互阮搁一摆会当掠着你互阮的波头，得到对你遐来的信心甲祝福，互阮有勇气会当去服侍上帝、服侍人、服侍教会。嘛，伫透过这个过程，搁一摆发现阮生命真实的价值。求上帝帮助，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